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1月2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耶利米书36章27节到32节，使徒行传第10章44节到4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圣神的工作。圣神的工作非常的多元啦，因为圣神伊本来就是一个真多元，伊本来就是上帝的神，伊本来就是上帝。对圣经的创世纪的记载开始，咱就有看到圣神的工作。咱看到伊甲上帝同行，伫创世的中间，伫遐创造。甲人同行等等遮的伫新约也有摕到圣神的工作，嘛是相当的多元。对于玛利亚受到感应生耶稣，好那亲像子仔的降临，像是圣神的运输，亲像火共款，互即个初代教会得到复兴等等真特别的，就是讲圣神不只是降临伫以色列人的中间，他像今仔日的经文所讲到，圣神也降临伫外邦人的身上。为什么呢？这有什么启示呢？这是咱要做伙来思考的。今仔日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0章是咧讲到彼得的讲道。伫彼得的讲道中间，咱看见圣神就同时降临伫外邦人的身上，这互所有在场的犹太人感觉真惊奇，因无想到讲上帝的圣神竟然也降临伫外邦人的身上，不但降临伫外邦人的身上。而且佫赏赐圣神的恩赐互因嘛讲灵语事实上，迄只是犹太人家己想的尔定啦好那亲像只有圣神会甲伫即个犹太人的内底赏赐犹太人的恩赐来对伫圣神降临来讲，因就感觉真惊奇，哪会去降临伫这外邦人的身上？真侪时阵，基督徒也有共款迄种拢家己想的啦毋是单纯领受上帝圣神的工作甲上帝的旨意。咱应该是安尼想啦上帝是啥的上帝？犹太教选民认为犹太人的上帝，因此因反对外邦人得到福音。对伫圣神的工作，因嘛是抱着即种同款的想法，所以因才会对伫外邦人领受到圣神的恩赐，感觉真着惊啦。但是咱真熟的经文《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安尼甲咱讲，上帝连伊独一的囝拢赏赐互世间，要互逐个信伊的人免得到灭亡，反倒转来得到永远的活命。伊遮尔疼世间。中文的圣经是讲，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伫这个所在咧讲到，要互逐个信伊的人，中文讲叫一切信他的人。上帝叫一切相信伊的人得到救恩，得到圣神的降临，得到圣神的恩赐，这拢是上帝的作为，要互一切相信伊的人。当然，这包括遮的未信者，所谓的外邦人，
上帝互人的恩赐，这个礼物当然互上帝家己做主啊，咱毋免亲像犹太人共款，感觉着惊。圣神的工作是要来带人归主。耶稣基督伫应允要求爸上帝赏赐圣神保惠师的时阵，甲门徒安尼讲：毋过这个款为助者，就是爸用我的名册来的圣神，会将一切的代志教示恁。嘛会互恁记得我甲恁讲一切的话。圣神的工作是要互人遵守主的命令，亲像约翰福音14章15节所讲的耶稣的话。伊讲：恁若听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约西亚王是一位真少年就登基做犹太王的人。非常特别的是，伊领受着圣神的同在甲带领。伊统治耶路撒冷拢总31年久。约西亚王是犹大国第16任的君王。伊较无共款的是，伊甲伊的一寡祖先，甚至伊的老爸拢无共款，是上帝眼中的好王。因为伫伊做王第18当，伊开始修理上帝圣殿的时阵，伫圣殿内底发现一本律法书，由书记来读互约西亚王听。当伊听到律法书上帝话了后，就拆离伊的衫来向上帝低头。这代表一个人的哀伤甲悔罪的心志。好那亲像耶稣基督嘛讲，上帝爱找圣神来提醒人伊的教导，互人遵守伊的命令。圣神也甲约西亚王同在，互因听见了上帝律法的规范，然后伊带领全国的官员悔改认罪，并且开始改革，重新甲上帝立约，立志要爱全心全意来跟对耶和华上帝，遵守上帝的命令、法度以及伊的律例，成做一个真心跟对上帝忠心的仆人。因此，伊就开始拆毁所有敬拜偶像的处所、祭坛，以及伊甲伊的先祖伊的先祖耶罗波安所起的偶像的祭坛躯坛，毁掉拜偶像的遮的用具。这种的做法，伫咱现代称作除偶像，就是因为迄个本来无信的非基督徒，受到圣神的感动充满了后，因决志悔改信基督，然后因进一步的作为就是除偶像。因将厝内原本敬拜偶像的物件来甲伊除掉，连偶像本身嘛除掉。因接受了基督，成做因生命中间的救主。这就是圣神的工作，互人，包括犹太人，包括非犹太人，包括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拢会通领受圣神的恩赐来归向基督。圣神是活泼佮多元的，伊的工作就是带领愿意接受并且相信的人来行迄条真理活命的道路。
咱基督徒千万毋通用家己的想法来限制圣神的工作。掠做圣神的工作是拢遐尼啊猥琐，咱爱用开放的心胸，互圣神来入来，领受圣神活泼的生命、丰盛的恩赐，全心全意跟对圣神的引带，行往得救的路。咱做来读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上主啊，我倚靠你，求你互我永远袂拄着见笑，求你照你的公义拯救我，透放我，求你暗耳孔听我，救我，求你做我徛起的石盘，互我通时常踮遐。你已经决定要救我，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营寨，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脱离不义甲残忍的人的手头。至高的上主啊，你是我的仰望，对我少年的时，你一直是我的倚靠。我对歹人就受你扶持，互我出老母会巴肚的是你，我要不时称赞你。感谢上帝赏赐医治的救恩，互阮会得救。求主你帮助，互阮得到圣神的管握，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完全来顺服，跟对主的脚步，来守主的诫命。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